转来看国内的消息，台南7月丹那市洪灾，真侪受灾户拆落来石棉瓦，到即阵是还未清掉，民众都真烦恼，可能会真做污染，伤害因的健康。行政院灾后复原前进指挥所就表示讲，会倒出清运的钱。之前受灾严重的后壁区上佳冬里，洪灾过到达已经3个月外过，不过也有真侪受灾户拆落来石棉厝遐，还阁一地一地放伫徛街边仔的路边。在地人烦恼长期吹风曝日造成的影响，嘛认为会影响市容。小过啊，无上风歹到，你是最近较贴尔。对。迄个我唔知，都较袂安尼，较无美观啊。洪灾了后，台南市环保局在超过13000栋受损的石棉厝遐，这石棉厝遐主要拢是徛街受损产生的。另外，还阁有少数拓扑业者低调或者是牛条顶毁损，有的还未清理了，有的是因为欠工蹲伫遮造成的。讲伊有当时第一就是讲伊请无工，这个工做袂出来，变成讲这个期限政府若无这个期限的限制可能会陆陆续续1个月2个月才一地2地。封锁的部分就是民众有来我们这边申请，我们会正好给环保局，环保局来派车统一去。那通常的话，我们也会都联络当地的里长拜托里长带路，这样会比较省时间。根据台南市农业局登记的资料，差不多有553笪6000栋左右的石棉厝遐还未清理。有民代讲，拓扑业的部分，那照目前的进度，要到明年3月才有法度清理完成。不过，环保局强调讲，配合中央洪灾补助款拨款的进度，拓扑业受损的石棉厝遐，原底明年才清会了。经过几个届协商，环境部同意提早清运，希望会当减少污染，甲提悬清理的速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